各位兄弟，大家平安，遮大声。好，咱即是要来锻炼咱今仔日所要吟的诗歌，也期待咱咧吟的诗的时阵，咱会当进入歌词内面所要甲咱讲的，陪伴咱的心，陪伴咱的灵，甲咱的主相见面。望圣神降临伫咱中间的时阵，咱逐人拢会当心调。迄个圣神所要互咱的，好，咱先来吟圣诗184首，184首。第一节有一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会记伫较早前古圣诗的版本就是讲，上帝疼痛太话遐大，但是即摆新版本改做哪话遐大。所以可咱吟的时阵注意一下就好，毋是真严重的问题，只是伊有改。好，咱来吟第一节。上帝疼痛那话遐大，欢喜是这首诗歌吟到这，咱要来练习591首。这首诗歌的曲对咱来讲较清楚，总是伊所在讲的歌词，真会当定伫咱的心来讲。忠实正信徒，信用亲地基固，信靠你的话，就找到活命路。耶稣，你以外无有名通我靠，专心仰望你。免惊吓，无失措。咱来吟第一节。忠实正信徒，信用亲地基固，信靠你的话，就做着。
首来诚做咱搁一遍进入伫敬拜的头前，咱准备咱的心，也准备咱的灵，准备咱所有一切，要伫主的面前讲，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是主讲伫无雾黑暗里看见主的光。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各位兄姐平安。这时，请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
虔诚的人，拢着伫通找着你的时，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袂淹着伊。伊是我闪秘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伊会用得救的歌使命为我。所有仰望上主的人，领着重担，心坚固。即时，请咱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太话遐大，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即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天地全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使阮春天的季节，互阮伫逐项水的花蕊、香的气味中，体验着你美妙伟大的创造。你丰盛的恩典，亲像春天的雨水，对天输落，互阮心充满感谢欢喜。我嘛万百姓来报用你奇妙的作为，用诗歌感谢俄罗你无煞。感谢你带领阮来到你的圣殿，求你互阮的心亲像春天的土地，松软谦卑切切来羡慕你。
恳求你的话语，伫阮心内定根，结出信心的果子，通荣耀你的圣尊名。互阮今早起的敬拜，诚做你所喜爱芳芳的祭。亲爱的主耶稣，你是疼的源头，是阮的救主。感谢你用宝血洗净救赎我的性命，互阮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公教会，仰望交托你的圣手。今年是公教会设立70周年，求主带领阮所有同工同心，为着教会的圣工来服侍。求主亲自赐福看顾。阮也看见侪侪兄弟同工，无论是年长也是青年人，拢愿意及时回应你的呼召。也求主带领阮逐项的服侍中，拢体验到甲主结连同工的甜蜜，独独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赢人的欠缺，互阮带领搁较侪人来明白你活命的道路，诚做你门徒来跟对你。亲爱的主，阮时常毋知你的心意，看无世界的变化，我毋知战争是怎样开始，是怎样来结束。但是阮确信你是和平的领军，人类的主宰。阮仰望你的公义、怜悯，领导受苦的百姓，互逐所在找求你的人，拢袂拄着迫害甲阻挡。互主的荣耀伫患难中显明，恳求你互伊朗、中东、乌克兰地区的战争紧紧来停煞，也求你疼惜台湾的平安，互众人惊吓欢喜的心，通伫主内面得到平安。感谢你，互阮甲兄弟姊妹结连诚做肢体，彼此服侍扶持。分享喜乐，嘛分担重担。求主也亲自安慰扶持失去亲人的兄弟，伊伫身体欠安、心灵忧伤挂虑的人，用你的手牵因脱离苦难的寒天，安稳伫因的怀抱中，将一切的挂虑交托予你，因为你是赐阮平安，超越阮的了解。感谢主，今日透过利牧师来传讲信息，愿信心甲阮三角地带，互讲的甲听的白白得到利益。我安尼祈祷无完全，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接续，请咱做伙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19篇，也就是诗篇84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宇，到要昏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切鸟啊，伫伊的祭坛边做收。徛起伫你的殿宇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的大扫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宇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
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阮恩惠甲公营。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接续，请咱交塔来，讲述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既然有遮尔济的见证人，亲像云，甲咱包围着，咱着排除一切的阻碍，甲一直伫办咱的罪，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着自信看耶稣，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伊为着排伫头前的喜乐，无是忍受世日的苦难，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面。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这时，请信歌队来赞美，因所要吟的诗歌是《古老十架》，我们请圣歌队。
感谢圣歌队献上这么美妙的赞美的诗歌。接下来我们很荣幸今天邀请到新竹联导会的总干事黎元月牧师来讲道。他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在困境中坚守命定。我们请黎牧师。平安我叫李元月。对细汉的时阵，我伫永康中咧教会大汉。我信耶稣对7岁时阵，其实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厝里人拢毋是基督徒带我去教会的人拢离开教会。毋过感谢主，我7岁开始伫教会大汉。我甲魏德胜斗阵大汉，大家捌伊无？以前我较有名，即摆我拢爱靠伊的名来讲我是啥物人安尼。我前一阵子看到伊，我就甲伊讲即句话安尼。阮两个斗阵大汉，无想讲，阮大汉以后呢，阮拢足爱台湾的。我感觉足奇妙的，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我毋知是啥物代志，互阮两个拢足爱台湾。毋过伊害我一项代志，因为有一天呢，我收到伊的赖，甲我讲伊的囝需要安怎，叫我甲伊评选。迄天我刚几个服饰几篇讲道下来很累，就没有思考，直接就按了，结果我就被盗用，所以我整个赖都被盗用，这样。幸好无人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如今的我不是原来的赖活着，是如今的我是新了的赖活着，我的赖死掉过这样。我做感谢今日会当来讲道分享安排时间的时阵是足久以前讲好今日，无想到我的囝即马大院。因为本来是讲我甲我的囝斗阵来，无想讲伊昨白天的时阵，搁伫加护病房，所以即个月阮拢困了足少的，因为阮伫病院内面，困了足少的，足侪时间拢来甲人处理代志，我细汉的时阵伫台南大汉，爸爸是乌仔，妈妈是韩籍，搁嫁一个香港人，所以请大家包涵以下，我需要用北京话，因为我发现你讲每一句河洛维都要在这里翻译才说得出来，就是我想一句翻译一句，想一句翻译一句。可是因为睡眠不足，加上我很紧张，不是紧张在讲它，是紧张时间不够，所以请大家包涵。如果要讲得很快，还是用北京话会讲快一点，那大家请包涵，帮我下一页。我前面要讲快一点，就是这个新竹联导会，就是连结大新竹教会，其实超过130个教会，每个月一起祷告。下一页。然后呢，我们有支持9个长老教会的部落弱小教会，他们年纪老迈，部落老化，那我们每个月支持他们的薪水。那下一页。那每一年我们办祈祷早餐会，邀请县市长和各行各业的代表一起为新竹、为台湾、为我们的环境、经济，甚至反诈骗等等祷告。那未来每一年都在农历7月的时候会选一天，就不要拜假神，要拜真神。所以以后如果大家要参加，我们会把消息都给黄牧师跟赖牧师。我们看下一页。然后再来，每一年我们会资助破碎的急难家庭、脆弱家庭。好，然后看下一页。那再来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帮612个家庭、脆弱家庭的孩子，帮他们圆梦。那包括急难家庭跟脆弱家庭，我们是真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照顾孤儿寡妇。那真正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端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就如同照顾耶稣一样。
好，那就坐在主身上。这个过程我自己学非常多的功课，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富有的全台收入最高的新竹呢，那有家庭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严峻。好，比如说我去的家庭，有一次我去一个家庭，那个妇女呢，因为车祸，所以没有办法做打扫的工作。那我们去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给我们看，他已经把炭买好了，他打算要烧炭自杀。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先生酗酒，他的公公婆婆还有2个孩子都靠他一个人每天打扫，一天打扫1000多块，就是吃饭就1000多块。那没打扫的日子就没有饭吃。一段很长的时间下来，觉得全家都饥寒交迫，那他就觉得说，那我不如带着孩子去死算了，因为我的先生酗酒，如果留在他身边，他觉得是很绝望。那幸好我们早一步到达，他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们是救急不救穷，然后我们是精致的让孩子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让他知道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因此呢，我们生命是宝贵跟有价值的。那后来这个妇女呢，她不但没有自杀，她得到我们的急难救助以后，其实那急难救助仅仅能够让她一段时间维生到她车祸痊愈为止。那她就去做了一件事，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她因为就进了教会，耶稣基督成为了她的盼望，她就开始连结了一些像她这样的妇女，开了一家打扫的公司，去大楼做大楼的那些楼梯的打扫的工作。他不但走出困境，他还帮助很多人走出困境。那我觉得非常的感动。那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们都有在支持各个地方，那从这里开车到一个不远的地方，大概半小时，有个地方叫凤山村，大家知道吗？好，那去了凤山村的时候。就那个孩子要写数学题，他每天放学都到教会，因为爸爸妈妈打零工都非常晚回家。那个孩子呢要写数学题，小明有5支冰棒，他吃了3支冰棒，还剩几支？那孩子就不会写，怎么样都不会写，教了很久都不会写，就帮他换个数字，他就不会写。那我就觉得很好奇，他不明白在哪里，我就问他说：“你不明白在哪里？”他说：“什么是冰棒？从来没有吃过冰棒。”好，那还有一个孩子，他要一件洋装，那我就打电话给他，因为我跟他说：“你的身高跟你要的洋装尺寸这么不合，是不是你写错了？”那孩子说：“没有。”第一，他要一件很大的洋装；第二，他洋装一定要黑色的。你们猜为什么？因为他想要穿到它很大，他很怕一生只有一件洋装，再也没有洋装了。好，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遇过很多让我很心痛、很心碎的事。那有一次，我被一个奶奶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媳妇在监狱里面是受刑人，那我们把所有受刑人的孩子，如果18岁以下在新竹的名单，通通都收集到，然后我会一个一个去看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是需要物品，还是需要课业辅导，还是需要找一份工作，比如说受刑人刚刚出狱需要找工作等等，就是我是会整体来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那有的孩子呢会写说他要字典，有的孩子说要篮球，有的孩子要脚踏车等等，有球鞋。那这个孩子呢很奇妙，他要一个 Kitty 猫的蛋糕，所以我一定要从出炉到送到他家，一定要把每一个小时都算得很精准。所以我就跟他的爸爸约好几点几分，我们带了一群人到那里去，一定要给他这样。结果我被那个奶奶赶出来，因为奶奶觉得我是诈骗，就不愿意。因为爸爸没有如约回来。那我后来从那个小女孩7岁的小女孩一直哭一直哭，哭到离2条马路都可以听到她的哭声，我就蹲下来跟她一起哭，然后隔着那个纱窗，她在哭我也在哭，然后我就一直用一些话同理她，安慰她，让她平静下来。那个孩子就告诉我说，
爸爸每次答应他要回来都没有回来，好，那好几次失约，那然后呢，他就很害怕。他害怕的不是拿不到礼物，他害怕的是这时候只有一个理解他的人在那里陪他，所以他很害怕我走掉。那奶奶重听，还有奶奶只会听客家话，然后我不会讲客家话，真的是输给赖牧师。然后呢，所以我就只能，可是小孩7岁小孩听得懂我讲的话，所以我就蹲在那里，一直几乎是跪在那里，一直陪他陪到非常晚。就是后来呢，爸爸打电话给另一个亲戚来向奶奶解释，我们才能进去把礼物跟资金拿进去。那整件事情的过程呢，让我明白说，神让我学了一个功课。后来呢，我就教每一个孩子，每一次我去送礼物，数年来下来，我就教孩子一件事说，因为我们生命呢发生过一些事件，让我们知道被爱的感觉是什么，或者需要爱的感觉是什么。我就告诉孩子说，从今天开始，你们领这些礼物，并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差，你们领这些礼物是因为你们上帝特别拣选你们，要成为别人的天使。你们所走过的路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我每次送礼物去和礼金去，我都跟小孩打勾勾，跟他们说，你们一生要成为别人的天使，你们是最容易为别人来发光的人，因为你们是上帝拣选的孩子。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有孩子长大比较大了回来找我，他们功课改变，然后很努力。那当然也有功课不好的，有功课不好智力有障碍的，然后就画画，然后还得奖。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小月姐姐，这个奖我想献给你，因为是你让我得奖的。那个孩子一直都是全校排斥的孩子，因为全身都臭臭的，好，大家都讨厌他。那我们在陪伴他的过程，那我就跟他说，这个奖是你配的，你好好留着。另外有一个爷爷两耳都失聪，他一个人照顾7个孙子，因为他家几个中间那一代，他的孩子那一代通通都在受刑人，都是受刑人，吸毒一代，所以孙子通通都在他家跑来跑去，他靠着老年年金养这群孙子。我要跟大家说，这个爷爷第2年领到我们的奖金，我们的救助金，就主动问我们说，恁这好，为什么我没叫我去教会？我讲我没勉强你啊。他说我要去教会，我一定爱去。他就带他的孙来教会主会。主会的时阵，他的孙在教会走来走去，1分钟都没停下来，因为他的孙拢过动。因为你要知道，吸毒的母亲、小孩的状况都受到影响。爷爷个重听，所以他的孙大家都有问题。教会就给因听，给因帮赞。没想到我第2届去，因全部人拢受洗咧。阮拍破归荣耀给上帝。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了足侪功课。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好，这是咱做的代志，是大家做的。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件代志，咱是安尼来做。阮鼓励教会兄弟姊妹，我有带来，我带来30个而已。我不知道上一堂拿光了没有，如果不够，我们会再送来。好，阮将上帝所走的苦路12站放在这个纸盒铺满上面。那么呢，一个是1到6站，一个是7到12站。那这个纸盒铺满呢，你放在家里，放在你最显著的地方。如果你生命中有一个东西是离不开捆绑你的，比如说你每天没有喝咖啡就醒不过来，还是你每天没有办法喝，一定要喝手摇杯才会得到安慰。有一个青年牧者说，他每次晚上带完小组，一定要吃1碗泡面或宵夜，才饱饱的睡觉，才觉得这一天过得比较满足。
那某一件事情是像法老王一样捆绑你，比如说名利地位、别人的称赞、别人的掌声，那些事情在预苦节，就是圣诞节前这段日子呢，你可以好好的省思，看这些。当我一个一个看耶稣是怎么走的，比如说耶稣为我受罪跌倒，所以我跌倒的时候，我知道耶稣明白我的痛苦，那么我怎么接纳自己重新站起来？在这些默想的旅程，我们都有影音版还有文字版，让大家陪伴大家一起默想。那这些默想的过程呢，去除掉自己的一些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慢慢的修剪，那省下来的钱放进这个纸盒铺满的里面。刚刚我来的时候，招待还问我说要不要帮大家折好，我说不用，就是要大家来经历，你把它制作好，这个纸盒铺满，你就把钱丢进去。那很多的父母带着孩子做，孩子才会知道感恩。原来我常常抱怨我的3条线的衣服不够，打勾的鞋子不够，还是你给我的手摇饮不够。可是世界上在我旁边很多人连饭都没得吃。那我们把这些我们所省下来的钱丢进去以后，甚至在复活节前操练禁食祷告，省下了那一餐饭的钱丢下去，叫老我渐渐死去，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强显大的时候，那我们所集结全城百姓所集结基督徒所集结的钱，我们就会来做整年的整个慈惠工作。我们看下一页，这是专款专用。好，那另外呢，复活节这一次是连续假期，那刚刚有一连串的复活节的报告，请大家都以我们公园长老教会的行动为优先。那这个邀请呢，就是在连假前，你可以先来捐血，捐血完去吃牛排。根据张文亮教授说的，捐血是会使身体更加健康，而且大家知道吗？捐血会免费帮你做健康检查。好，真的，因为你的血一定要够健康才能用。好，那鼓励大家4月3号到受难节的时候，可以先去捐血。我们一起念那个 slogan 好吗？耶稣为我流宝血，我们众人齐捐血。好，那我们看下一页。那每一年我们的复活节，我们有联合崇拜，请大家留在公园长老教会也没有关系。好，那但是呢，黄同佩牧师介绍了新生合唱团会在我们这个联合崇拜100个教会的联合崇拜一起来献诗。那我们联合崇拜今年迈入第30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要大家站在一起，人数够多，我们才有办法有话语权，对全城市说话，对政府说话，让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让十字架成为我们所有的信念跟盼望。阿们吗？阿们，我们阿们下页刚刚那个报告所有公园长老教会的复活节，我觉得都非常棒，请大家优先参加。那我们看下一页。好，那现在我要进入我的信息，在困境中坚守命定，每一天的小选择成就最后的胜利。在圣经中看长期困境中的坚守与喜乐，这张老鹰是我儿子画的，他在17岁的时候是病发，他有一个病，就是第17对染色体异常。那这个病呢，就是会顺着神经长肿瘤，叫神经纤维瘤。我知道公园长老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们非常的感谢神。17岁的时候发病，病了17年，现在他34岁。在3月17号，我们住进台大医院。然后呢，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作为。虽然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因为每一次去看医生，医生总是会告诉我们坏消息，总没有好消息。那这个我们在这段很长的岁月里面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可是呢，10年前医生就跟我说，我的孩子不可能再做精致运动，因为他的肿瘤最主要压迫在第3节跟第4节的神经，还有第5节跟第6节都长得非常的多。那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只是这2处非常多，第1节、第2节也有啦，然后全身哪里都有。大家有没有牙齿痛的机会？蛀牙蛀到神经痛的经验的人举一下手。好，请放下。我的儿子全身都有神经痛只有大痛、小痛、中痛跟没有不痛这些选择。
但是在10年前呢，医生就跟我说，因为那样的一个压迫，他的运动神经呢就没有办法做精致运动。那我的儿子就跟神祷告，他跟主说，我的生命呢，你给我的这口气息，随时你可以收回去。可是如果我活着的时候，我求主给我一个恩典，让我能够画画来荣耀你。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10年前当医生说他不可能做精致运动，他还画了这幅画。那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那他画这幅画的意思是说，他在逆境中仍然要飞翔，而且所有的羽毛都落光了，都被环境跟苦难摘光了，但是能够在逆境重生。我们看下一页。圣经中怎么说看守命定呢？约瑟应该是最苦情的一个人了吧？比所有的8点档都惨吧？他每一个哥哥都要出卖他，然后他的老板娘要诱拐他上床。他为了不得罪上帝，所以他就不愿意犯罪。那大家可以回答我吗？当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以后，有没有从此一帆风顺呢？没有。好，你知道吗？我在为我儿子祷告这17年呢，我真的学会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去寻求命定是什么，因为只有你看懂你自己生命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角色，在地上有一个不可取代的角色，你要完成一个属天的呼召，你一定要看懂你的导演在导你人生这出戏是什么，你才能够知道你怎么演出。大家阿们吗？杯子有很多种杯子，有的杯子喝热水，有的杯子适合喝红酒的杯子能不能放热开水？不行嘛，哈。那有喝热水的杯子一定像马克杯这样，一定是要有把手，不然会烫手，对不对？请问你们，杯子完成他的命定是他自己选择，还是他明白那个设计者怎么设计他，所以这个杯子才能完成命定？是设计者还是他自己？设计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知道导演在导我们什么戏，我们一定要天人合一，好，才知道我们人生的路怎么走。就像保罗一样，他四面受敌却不致失望。那希伯来书所有11章的信心英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但以理、以斯帖，他们都有一个地上的职位，为了完成属天的呼召。弟兄姐妹可以回答我吗？服侍神是在公园长老教会这4面墙以内，还是任何地方？4面墙以内才服侍神吗？我们今天的诗会好多位讲啦有够赞的，大家给他拍拍好不好？伊拄啊足紧张的呢，好不过我感觉伊讲啦足好的。如果我是10分，他应该是90分这样啊。但是咱每一人都无同款，上帝创造咱无同款，是不是？好，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不一样。林书豪长这么高，所以他呼吸的时候就可以打篮球。我跟他一起合照过，我觉得站在他旁边，好，真的是，我就问他说：“上面的空气好吗？”这样。不过上帝没叫我去打篮球啊，是不是？好，真是感谢上帝，谢谢你没有叫我去打篮球。那所以神对我们有不同的心意，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3个落叶是我的儿子呢瘫痪的时候坐轮椅在台大医院捡到落叶。他就捡到落叶的时候，上帝跟他讲话，神问他说：“这个落叶美不美？”那个落叶几乎都要碎掉了，几乎要随风吹散了。我的儿子抬起头来看绿叶，他是北艺大艺术研究所毕业的，他就说：“我一辈子都喜欢艺术，绿色的叶子一模一样，不是艺术品。每一片落叶都长得不一样，无论是纹理、颜色、破碎的程度都不一样，独一无二才是艺术品。”我的儿子就说：“以弗所书2章20节，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为了要叫我们干什么？行善。”
所以他就画了一系列的落叶。那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经中看坚守命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记得，就是我们在地上有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可能是家庭主妇，可能是学生。除了睡觉，你最专注做的那一件事情，为了完成你属天的呼召，我们一定要去寻找出来。我们看下一页。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穿越时空，明白先存性、永存性的耶稣带领我们要做什么。而从心理学来看，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需要在风浪中找到意义。我们要小步行动，有健康的连结。我去这么多国中小演讲，最多父母问我的问题就是：隔壁家的那个小明考试考坏了，下次就更加的努力。为什么我家的小华考坏了就说算了，就一辈子坏到底吧？差异在哪里？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差异在哪里呢？差异就在我们有没有跌倒了反转的能力，这个坚韧力。好，跌倒了再爬起来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在困境中要明白困境的价值。就像你跌到河里面，有人跌到河里面，咒诅一切，咒诅政府。可是有人跌倒到河里面，抓了3条鱼站起来，一条是信心，一条是喜乐，一条是经验，知道下一次怎么样不跌倒。阿们吗？所以小步的连结会累积我们的信心。我的儿子生病这段时间，其实真的每一天醒来，我的心都像压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石头一样。17年来，慢慢的17年，而且过去这半年非常非常的严重。他从手瘫痪到脚瘫痪，到呼吸都非常的衰弱。在这段日子以来，我每一天醒来都问主说：主啊，怎么办啊？而且我去这么多教会分享，很多人挑战我说：牧师，你一辈子服侍上帝，神怎么没有医治你儿子呢？那我儿子说的最奇妙，我儿子说：你们知道吗？结局一定是好结局啊！我每次跟他去医院，医生都说2号，永远都是坏消息，从来17年来没有听过什么好消息。然后呢，我儿子常常跟我说：接下来我们常常去医院检查完或出院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我们现在既然在台北了，我们可以现在去美术馆吗？哪一个美术馆有什么展览？然后我觉得我都是被棒打头冒金星，还在昏当中，然后看到满路上的青少年又好又会跳，然后我这个这么惨，我就跟我儿子说：你让我喘一口气。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没有听到医生说的坏消息吗？我儿子说：我听到啦，但是结局一定是好结局啊。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认为是好结局？他说：因为一定是回家或是回天家啊。那你觉得耶稣人不能医，神能医？你从小不是这样教我吗？我就说：听说是这样啦。他说：我看到你为很多人按手祷告，很多人病都得医治啊，怕什么？我就很严肃的跟他说：那万一呢？如果真的没有呢？我们需要灵魂的问答，我要确定你到底是怎么坚信的。他就回我说：回家就是神医治我，没有回家就回天家，这从永远到永远我都会在天堂过得很好，你觉得哪一样是坏消息？好，所以也就是说，这就是坚韧力。我们需要明白坚韧力是什么，我们需要坚定的站在神的应许上，我们需要坚定的站在神给我们的命定的那个位分上。阿们吗？我们看下一页，你们不要很沉重，拜托。好，然后每一天的小选择，就选择信心，选择感恩，选择行动。我先用孩子小时候的例子再来讲，因为我们这样子的模式，家庭模式使他们长大怎么面对风浪，特别要跟包括我做爷爷奶奶的，可以这样子养育孙子。我们家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完美的母亲。我的儿子成长的中学时候呢，我常常
被校长约谈，而且还是前一天我对全新竹的校长演讲的隔一天，我就因为我儿子有个事件被校长约谈。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样的情况在面对孩子的成长？那因为呢，我的儿子就是一个很出格的人，因为他喜欢艺术，还有他很想要挑战他的界限，所以他成长过程中呢，常常给我很多，包括他的身体，包括他的思想，所以常常给我很多的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学习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家庭排序是这样：品格爱主第一，品格第二，梦想意向第三，身体健康最后成绩摆在很后面。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所以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先读圣经，读完圣经以后，每个人讲感恩的事跟代祷的事，每天晚餐都这么做，到他们现在30几岁。有一天我女儿小学2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呢，因为帮忙负责锁教室，那班上有一个比较有状况的孩子都很晚离开，所以老师会先走，交代我女儿锁门。那我女儿都陪那个有状况的孩子离开才离开，锁了教室才离开。那喇叭锁，所以她的手要这样伸进去。新竹的风很大，砰，就把我的女儿夹了一排黑青。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故事哈。那她才小学2年级，那手这样夹了以后，他就说他要感恩的事讲这件事。我说等一下，我们不是都说先感恩再说代祷事项吗？我女儿说这是感恩的事，不是代祷事项啊。我怎么说？第一，感恩的事是我被夹到，不是那个没信耶稣的被夹到，我很感恩，幸好是我。第二，感恩的事是我要去找护士阿姨敷手的时候呢，平常护士阿姨都很早就离开学校，那些护士阿姨有事特别晚离开学校，所以帮我包扎了。第三件事情是我从教室走到保健室的时候，耶稣都跟我一路同在。那我非常的感谢神，我的孩子因为这样养成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的习惯。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也是如此，他不断的告诉基督徒，感恩是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是不可没有的选项。好，神一定要我们感恩。结果这个神学家有一天被抢劫了，那就有人挑战他说：“你说都要感恩啊，结果你做一个神学家还被抢劫。”这个神学家不慌不忙的说：“当然值得感恩啊，是别人抢劫我，不是我抢劫别人，这不值得感恩吗？我没有落到，我没送香到，我去抢别人，是别人抢我，这是好代志，不是歹代志。大家阿们吗？”哦，好，我们看下一页。无论你即马拄到什么代志，望这种上帝的教示在咱的心内，从过程的喜乐到结局的得胜，这是我儿子画的画。中间那一幅呢，是摩西在旷野40年，已经被神锻炼成了石头。基督也成为我的磐石，我的生命也坚硬如石。但我枯干到手都枯干了，人人要举手赞美主。这是他的话。然后呢，另外那个石头人就是硬着脸面向神。然后呢，另外这个是老鹰在绝望中的悬崖，仍然能够相信神，逆风飞翔，能够开花结果。因此我们要学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专注可以改变的事，还是专注不可以改变的事？可以改变的事。我去这么多教会，太多弟兄姐妹来跟我讲，如果我换一个老板，我的人生就祝福了；如果我先生做生意不要再赔钱，我们家就翻转了；如果我的儿女懂听话就好了；如果我养大他们，我都老了，他们都还不懂感恩，还不懂得回馈我这个老妈妈，等他们有一天会反省就好了。等别人是一种很痛苦的事，但是当你心里拿回你人生的主控权，拿回你生命真正的自由，你才能够真正蒙福。我们看下一页。21天坚守的计划，每天早上交托今天的行动。无论你在多大的苦难里面，你每天一定能够写出感恩的日记。
我们最近搬家，因为为了我儿子，所以我们要卖掉一个住了17年的房子。然后呢，我丢掉40几本我的日记本。我的日记本每天写什么？每天写那天一定要做的事，然后每天写那天读经的进度，神对我讲的话。那第3就是每天写感恩的事。那累积起来，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在跟你说什么，那神到底在引导你走什么的路。每一天有个小的行动，事实上真的很大的事件来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心的专注力会使你被卡住。好，一个很大的打击，一个很大的骚扰，或者是遇到某些事件，可能会使你被卡住，但是你要抓回来，就是找到一个可控的小目标。各位弟兄姐妹回答我，国中3年一定要背1000个英文单字，到底是有1个月拼命背英文单字，3年中有1个月拼命背英文单字是1，还是每天背1个英文单字背1000天？1比较有效，还是2比较有效？2。那各位弟兄姐妹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赶快去翻圣经。哎呀，今天主跟我说什么？犹大去吊死了，还是每天读圣经比较有用？2026年春暖花开，前几天春分，你要不要为自己给自己许下一个最美的诺言？好。每天读圣经，跟前后左右说你是神的公主王子，天天读圣经，你要天天读圣经。我们看下一页。每一天保持自助助人的精神，没有人太渺小无法给予，也没有人太伟大不需要别人。没有一个教会大到不需要别人，也没有一个教会小到不能够给予。我觉得非常感谢神，这段很长的日子，我做连结众教会的行动，让我学了非常多的功课，以至于知道让自己有生产力，特别在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知道这些重大的事件是一个拐点。比如说约瑟他生命里面遇到很多重大的拐点，比如说被卖，然后呢被老板娘恼羞成怒，所以关到监牢里面去，在监牢里面帮助别人，还被忘记。那最后上帝自己插手让他出来，然后呢他出来以后呢，还遇到很多很多的试探。我相信他生命中最大的挣扎是什么？那个日日夜夜的挣扎是什么？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呢？每天到夜里的时候，一个人送凶，为什么贫穷到丧失家乡呢？约瑟的人生穷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回家，甚至他苦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做他的犹太人。他变成埃及人，他的面容、他的打扮都变成埃及人了。你想他夜深人静最大的挣扎是什么呢？他想念他的手足，他的便雅悯，他想念他的父亲，偏爱他的父亲。他生命中最大的挣扎是什么呢？我最亲的人不爱我，我生命中的价值是被否定的。可是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仍然不是一个抱怨者，不是一个内耗的人，不是一个活在人生负面剧情的人？是因为你知道，你相信神在这一切的背后，神知道他在带领我们做什么。就像摩西的妈妈，她想要一个孩子平安长大，不要被击杀。可是神想要的是一个带领200多万人从旷野进入迦南美地的领袖。阿们吗？哈拿的妈妈想要的是一个儿子，使他没有羞辱。可是神想要的是让整个国家没有秋坛的先知。我们想要的是有一个圣诞老公公，我们的祷告求主垂听。可是神想要的是我们有与神的性情有份，
彼得前后书讲到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各位弟兄你们看我，你们想哦，今天公园长老教会不敷使用了，我们要购地建堂，我们要扩堂了。那新竹的地又这么贵，而且你们地处于这么贵的地方，假如有一天你们要购地建堂了，我们大家来祷告，上帝直接在我们的存折给我们10亿比较快，这个可能性高不高？不高，可是神不是无限大的神吗？他真的做不到这件事吗？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王永庆的家族的孩子，说我验了 DNA， 我是王永庆的孩子，他海外那100亿我有份，而且我拿到直接要捐给公园长老教会。会有人说跳出来，星光吴家去世的时候，有没有人跳出来说我是有他 DNA？ 有还是没有？王永庆死了，有没有人跳出来验 DNA？ 有没有？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哇，你们真的比我年轻太多了。这是我讲这么多场平均年龄最低的一场。为什么这些人要出来验 DNA？ 为什么他们要的是什么？这个爸爸都死掉了，你为什么一定要验 DNA？ 你又没有跟他相认，他也不能再疼你了，为什么一定要验 DNA？ 大家大声告诉我，为了什么？钱嘛。那我们基督徒的 DNA 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是不是神的后裔？我们是不是神的长子？是还不是？这个我在上一堂没有讲，我有感动要为这一堂的弟兄姐妹特别分享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大家回答我：我们是不是神的后裔？我们是不是神的长子？我们会不会得神给我们的基业？我们的基业会不会比王永庆，会不会比郭台铭的基业更棒？好，圣经写那个基业是什么？圣经明明白白的写，他真的给我们，当我们信耶稣那天，超自然的改变，我们就变成神的长子哦，不是犹太人才有，我们有哦，我们有哦，而且我们一定必得神的基业，那基业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神超自然喜乐会成为我们的喜乐，神那个性情在原文是 supernature 的 nature 的意思，就是超自然的性情。神超自然智慧成为我的智慧，神超自然的勇敢成为了勇敢，神超自然的创意成为我的创意。各位弟兄姐妹回答我，真正的这群创业家，真正的有钱人，他们是从继承爸爸妈妈给他们，所以他们有钱，还是他们从里面创意出来？郭台铭本来很有钱，所以才变成台湾的首富吗？还是他从里面有个能力使他创造的？里面比较重要，还是外面比较重要？大声一点！圣经说什么？看得见的比较关键，还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什么？永远的。看得见的是什么？暂时的。所以我们要得到看不见直到永远的基业。阿们吗？阿们吗？阿们吗？跟前后左右说，你是神的公主，你是神的王子，你有丰富永远的基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做付出的人。我们看下一页。爱永远不会失败，这是一个冠军腰带，我儿子画的。他说，因为我们生命中就是晋级打怪，好，遇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打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晋级了。好，柔道或什么都要晋级，都是换腰带的颜色，对吗？但是基督徒的腰带是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穿戴全副军装的时候，腰带是什么呢？神的话啊，神的话，让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神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是爱我们到底的神。弟兄姐妹在看我，在问我，我再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是在这4面墙公园长老教会里面，还是我们要把公园长老教会教导我们的东西带到我们所到之处？1还是2？
所以公园长老教会在哪里？在我们公园长老教会弟兄姐妹走到哪里，我们的教会就到那里。阿们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失败，因为我们带着神的爱，让人遇见我们就如同遇见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打开来的圣经，让人阅读我们生命历程的时候，就是阅读一本圣经。让我们是一个移动的圣殿，让我们走到哪里就把神的圣殿带到哪里，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不改变的神，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他是得胜的君王。阿们吗？我要告诉你们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要来公园长老教会是很久以前就预备，我真的，其实我真的很努力的在预备，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要讲台语讲到，我需要逐字稿照着念，我才有办法讲台语讲到。但是当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的改变，因为每一天都发生很多新的事，我就一直在改我的讲章。到了昨天，到了过去这个礼拜，我的儿子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开始问神说：主啊，我不可以一直想我家发生什么事，我一定要祷告出来。主，你要我跟公园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什么？你要我说什么？你要我说什么？你要我说什么？然后我都想不出来，然后就跟主说：求你帮助我，让我真的一定要说你要我说的，我不要自己凭己意说。昨天发生一件事情，因为过去这个礼拜，因为我跟大家描述了我跟大家描述一下3月17住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料到，因为他已经开这个手术第4次，而这个中间我们不停的进出医院，非常非常多的自费的疗法等等。可是我们都没有经历到一件事，就是3月17的时候，他住院的时候，这里耳朵上方的2公分要钉一个很大的钉子，这里再钉一个很大的钉子，然后挂一个牵引器，然后这个牵引器要吊一个很重的沙包，为了要把它倒塌掉的，因为他开太多次刀了，而且这个 DNA 使他的颈椎神经的骨头软骨组织是脆弱的，因此肿瘤就把他的整个压倒了。好，所以整个是压倒，这个整个压倒使他全身都瘫痪了，因此他们要把他拉正拉回来。那在拉正的时候，这里要钉一个钉子，这里也要钉一个钉子，而且呢，我就听到那3个护理师。我想他们一生当中应该遇到很少这种病例，所以他们就在讨论说，那这样钉进去，这个2公分是钉子也算才是2公分，上面一点还是下面一点，左边一点还是右边一点？那我钉了啊，不对，好像钉歪了，再来一遍啊！你就知道那个妈妈的心，你知道我当然彻夜祷告非常非常多天了，我可以背所有圣经的医治观的经，我都已经背光了，到后来已经泪水也流干了。然后听到他们在讨论说，学姐，那我这样定是够平吗？你觉得我定的是直角还是歪角？我那时候都快崩溃了，你们可以理解我的感觉吗？然后我就一直跟我的儿子说，复活节快到了，你进入十字架的 VVIP 的，你跟司提反一样倒定十架，这是一个荣耀，这是一个荣耀。我们以喜乐的心面对。我嘴巴说，可是我心其实是碎了，我全部都是整个。那他们大概觉得我的脸色很难看，就把我赶出去。我就站在门口祷告，然后一直祷告来祷告去。主啊，我还是要相信你，昔在今在上，我们信你就是那复活的上帝，你战胜死亡仇敌，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空坟墓就是我们的答案。我们要看见死里复活的神，那复活的大能也在我的儿子身上。我就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叮，有一个人从我面前过去，我就跑去叫他，他是我儿子的主治大夫。然后就跑去教他，那他是神话一哥，非常的冷。你们如果了解神经外科，就是那种解决问题不讨论根源，然后事情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开了再说，开了结果这样不知道，好这样等等。那我就去跟他说，你要进去看一下吗？他就我现在很忙。
我说看一眼可以吗？后来他就进去了。他起先跟我说他们会处理好了，不要担心，我们医疗就是一个团队，你不要担心这样。我说那你要不要去看一眼你的病人？好，这样子啊。他说我们信任你这么多年，你就去看成绩单吧。然后他就进去其实我心里是你怎么可以不进去这样。然后他就进去的时候，我儿子全身都在发抖，那个发抖到那个床就空空空空空空。然后呢，他就手按一个按钮，一按调了一下角度，我儿子就没抖。就也就是说，那个钉子刺激到某一个神经反射，所以当他调了一下角度，就不抖了。哇，主啊，你复活的大能真的彰显在我们上面。然后我儿子就这样保持72个小时，他的头都在这个拉很重、很痛的情况下。那这当中还有就是有那种手很快的护理师就跑来，这个沙包，因为我们要常常移动他去做检查或做治疗，然后呢，有的时候那个护理师就很快就去动那个沙包，我帮你，太重了，我的儿子就惨叫就非常惨叫，因为其实是不能移动的，任何的移动会使他全身等等，就发生非常多的事情。然后3月20号就开刀，礼拜5开刀。然后礼拜5的时候，全身血淋淋，好，然后插管，然后看到我就一直流眼泪。上一次也是这样，然后上一次拔管的时候，他只要看到我就流了，其实他4次都这样，看到我就会哭，那看到别人就能理智对话。然后我觉得我们每一次我们母子真的是生离死别。每一次他要被推进手术室，我们都这样抓着手，然后护士一直拔开说放手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们会为你祷告，不要担心这样，然后就生离死别。然后他被推出来，全身血淋淋，然后我们就他看到我就眼泪直流。那上一次他拔管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钢铁人，好这样。然后这一次更是这样。然后呢，就在加护病房。礼拜5我整夜没有办法睡，就一直哭，一直祷告到早上4点。然后我就跟主说，礼拜5就是你受难的日子，今天是礼拜6，坟墓里面真的是黑暗的。然后我就带着很沉重的心去医院。这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周神柱牧师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说我刚我从新加坡回来，你儿子现在怎样？然后我就说在加护病房，然后只有11点到12点可以探视。然后他就说我要去看他，我说不用，我知道你很忙，而且看的时间很少，你不要跑一趟，没关系，我相信礼拜6你服事一定很多。他就说我有追思礼拜，如果来得及的话我就过去。我就说好，那我们就进去。就总而言之，我们就进去，我们家就自己在那里，只能2个人进去，所以我们就一直轮流进去跟他祷告，等等等等。到了11点45的时候，快50分的时候，周牧师打来说：“我快到了，你们等我。”我就说好。然后一到都来不及讲解病情，也来不及说任何事情，什么都来不及，他就冲进去，我们就把隔离衣给他，然后呢，他就带着王继忠牧师就冲进去。然后这时候我左右看，别家有人没来，就多了隔离衣，所以我们夫妻也冲进去，因为想其他床有人也在那里哈利路亚祷告，其他床也一堆人，我就想我们违法10分钟一下好了，所以我们夫妻跟周神柱牧师就在里面，王继忠牧师就退出来，然后周神柱牧师就宣告约翰福音17章，耶稣要离世前交代的。如果你今天回家看这段经文，你想想看哦，如果一个人要离世要走了，讲的事一定是最重要的事，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17章，使命、意向、关系和爱，好，这4件事，他就用约翰福音17章带我们全家剥饼，
我们就流泪擘饼。他说：“我代表基督的身体，把这21天的禁食祷告的祝福给你们，我们来领圣餐。圣餐就是超越永恒，与主同在，与基督的身体同在。那么领完圣餐，我们就出来。那因为我女儿在外面，所以周牧师就在外面就带我女儿再领一次圣餐。这个时候领完圣餐祷告完，这时候突然来了一张空床，我们就问他说怎么了？因为其他所有的家属都走光了，就剩我们。我们就问他怎么了？这个推床来的人就说：我们要来带某某人离开加护病房，去普通单人房，就是我儿子。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我真心相信，合一是神的答案，跟神连结关系，圣餐才是完全进入神的基业的答案。圣餐代表什么？你为什么能领圣餐？因为你是基督的身体，与基督的生命完全的连结。而这个爱的冠军腰带，当你生命中活出你的使命，完成你属天的呼召，有一天神在生命的终点给你的就是这个冠军腰带，独一无二。下一章我们要结束了，然后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定要知道这是最重要。在下一页，依靠耶和华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在下一页，向着标杆直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胜的旌旗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的儿子说，生病已经够倒霉了，不快乐不是更倒霉吗？希望弟兄姐妹，无论你遇到任何事情，让基督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答案，让我们用使命成为我们的罗盘，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希望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众人的安慰和力量。今天的主角不是我们家的故事，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了复活了。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全知全能全爱的神，他必要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真的是了解我们心深处所有的需要。他爱我们，你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主，谢谢你成为我们所有事情的答案。求主继续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讲话，我们心中的挂念，我们所牵挂的家人，我们所今年2026年所需要突破的疆界，求主都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时间交给诗慧。91首，忠实尽信道，信用亲，请兄弟起立。
遐这请坐，这是要奉献，请奉献的同工。请兄弟起立来唱奉献的诗。这是咱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赐阮财富甲性命，阮一切所有的拢是对你遐来的。感谢你赐阮每一工的食物，搁赐阮真侪的平安。阮即时有少少的金钱奉献互你，做你圣工路用。求主感纳，愿感恩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会众请坐。接下来报告，我们先请正奇长老来介绍新朋友，还有报告小会决议的事项。我只先补充报告一件代志吼。今仔日咱一届欢迎元月牧师来到咱的中间，咱拍拍欢迎伊。元月牧师过去我伫德东教会服侍时阵，就真关心我吼。伊嘛是连接新德区济教会的一个真好的牧者，会当讲是我属灵的导师吼。伊嘛特别关心即个青年的牧者吼，伫教会的事工，所以今日伊有只会当受邀请来到咱共同教会来讲道来见证，这是真大的恩典。其实咱嘛听到讲伊的囡仔即马伫即个治疗的过程实在是真辛苦吼，嘛真无简单所以咱继续为着元月牧师伊的家庭来祈祷、关心甲奉献。所以今仔日嘛要邀请咱兄弟姊妹若是咱有感动愿意为着伊的家庭来奉献咱会当伫咱的椅仔遐摕即个奉献录吼伫遮注明讲是为着李元月牧师的家庭来奉献伫结束的时阵来交互咱的即个交代的同工吼继续为着元月牧师因的家庭来祈祷。我想这是真无容易的一个代志
伫家庭经历遮尔大的试炼，总是伊阁有即个信心甲勇气，会当伫遮甲咱大家分享伊的生命的故事。我想咱继续为着元月牧师来代祷，毋望上帝带领，互咱每一个人嘛会当经历耶稣对死阁活安尼的活命甲快乐。咱以上报告。较了，若有对李牧师的奉献，阮财务所会收集后代为转达。小会3月7号决议时，决定6月28要召开临时会议，要来监选赖牧师就任比做主任牧师的代志，所以大家为预备心，来开会迄天的时间，大家保留麻烦大家踊跃出席啊！因为那个要过票的比例是高一点的。好，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再请瑞林长老上来报告复活节相关的事项。向你这边平安。礼拜周你家来报告第7项，周报的第7项。咱国外节节目吼，咱每一个人周报内底有即个邀请卡吼，请你摕起来看。咱国外节咱的目标就是中年熾烈的生命，对失落到蒙福的人生路程。咱3月22号就是今仔日下晡1点半到3点。伫迄个丽池公园的倒数天光餐厅，咱有迄个伫倒数拄着光的活动，这是青年因足好的一个音乐故事甲点心，阁有感恩树，吼，请大家来参加。下骹吼，咱3月29号有花式美比谷。这嘛真欢迎儿童甲成人拢来参加。4月2号是拜四，受难周的圣餐礼拜，7点到9点，伫阴暗的时阵，咱要来体会耶稣也十字架，吼，伫人生的苦路中，一同来经历基督的疼。4月5号是国外节的联合礼拜。咱要来邀请朋友吼，这4项活动拢会使邀请朋友吼，所以下骹吼，咱的邀请卡下骹，咱有一个亲爱的朋友吼，会使写你的要邀请朋友的名，嘛会使家己写入去吼，鼓励家己啦吼，就是邀请你甲咱斗阵吼，迎向光明的旅程吼，透过音乐、戏剧甲画舞吼，主的话，互咱会使伫疲惫中间重新搁得力中年生命的历程希望咱拢会使挖靠主的话重新得到快乐。以上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来报告2件事情，就是我们将会在4月19号要举办那个携手爱无限的活动。那请大家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上面。如果我们身边有我们感动的家人或者是亲友，都欢迎邀请他们在4月19号来我们教会来参加这样子的福音的活动。那再来就是5月要申报所得税，如果你们有需要那个奉献证明的话，那麻烦在1楼的招待桌登记。好，那我报告到此。那接下来请咱大家来祝福切肯的诗，信息48首，愿主怜爱甲你同在，因诗刷写牧师祝祷，请兄弟起立来吟全首。
愿徛起，咱来祝祷。愿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对即时直到代代无尽。阿门。现在请一个牧道闭会。